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大約聽到2點50分咧，好多火燭車聲。咁隔離屋嗰位小姐咧，佢啱樓下衝上嚟，佢邱生快啲走啊！燒咗4、5六座啦。我哋住第3座，唔好意思。我哋住第3座，但係而家我間屋最窿噶啦，肯定乜嘢都冇晒。咁當然啦，罪魁禍首就係因為大維修，建築工人食煙，一定係噶啦，因為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外勞。嗱，我費事亂講嘢啦，咪陣間又拉我國安法啦嚇。個工程進度好慢，一路都拖慢，到而家我哋其實第3座都未做，但係新聞講話差唔多完成，呃人嘅，1年後都唔會完成。見到你口煙開工，我嘈㗎。我話你食少陣煙得唔得啊？你唔好食煙啦，好危險㗎咁樣咯。咁知啊咁樣。你話拉邊個好賠償乜嘢都已成過去，就係自己辛辛苦苦40幾年啦，冇晒。咁咪錢嘅問題，將來點唔敢諗啦，冇諗要。警鐘問過啦，打咗玻璃撳都唔會響，因為剪咗線，亦冇水出嗰條紅色喉咧。冇水出嘅，又係佢因為喺做裝修嘅時候整咗。你冷靜啲啦，冷靜啲啦，佢哋需要我哋嘅支持㗎。你係家人都喺入邊，我知道啊，個個都係，我屋企人都係。啲家人喺入邊啊，打唔通電話，我屋企係問題啊。